用戶計劃介紹。我哋提供既網頁及電郵寄存計劃，有部分計劃可以同時寄存多於一個域名。咁多用戶計劃同一般既網頁寄存計劃會有咩分別呢？假設你申請咗20GB 容量的高用量計劃，然後幫10位客戶設計網站，但你只會有一個戶口去登入網上控制台內進行管理，所以你並唔可能將呢個戶口既登入資料提供俾嗰10個客戶。唔係寄話，佢哋就會互相睇到其他客戶寄資料。但係如果選用多用戶計劃寄話，你就可以將空間分割成唔同既獨立空間及登入戶口，方便你哋嘅客戶可以自行開設網站同電郵管理。為咗令大家可以更加了解，接落嚟我哋會介紹一下多用戶計劃寄網上控制台界面，以及示範點樣分割空間。多用戶計劃寄網上控制台界面同一般網頁寄存計劃大致一樣，不過會多咗一個分銷商寄管理層級。係進行分割空間之前，我哋要先進入管理者使用方案，再按新增方案。假設我哋需要建立一個5GB 空間同每個月200GB 流量寄戶口，我哋要先建立一個相關寄方案。完成後，我哋要進入新增使用者，幫使用者建立一個新戶口，並選擇剛剛建立寄方案，然後返到去主頁，按顯示所有使用者，我哋就會見到剛才開設咗寄新戶口。頁面內除咗會見到戶口寄使用狀態外，按一下戶口名稱之後，仲可以登入到依個戶口裡面。登入之後，你可以喺左上角睇到登入緊邊個戶口，而右上角可以俾你切換返去分銷商寄管理界面。如果有任何疑問，歡迎電郵或者係辦公時間內致電搵我哋幫手。多謝。